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要开始分享的大圣，咱得再一次同心来祈祷。向阮的主愿感谢你，通伫7月的来到，也就是第3季开始的上时，祝你一直游玩教阮三角同在，来引带阮的教会，嘛引带阮众兄弟姊妹，行伫真理的道路顶面，会当哪来哪听主。愿上帝你继续来保守阮、看顾阮，互阮会当伫上帝你的话语中间来得到感动，嘛通伫圣神的做工内底来得到上帝你的祝福。愿主你的圣神嘛运行伫阮的中间，拍开阮的心，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来成做阮的准情。愿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咱对6月份开始，一直到伫7月份，咱透过撒母耳记以及列王记的经文，伫遮互相分享、互相来勉励。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拄则咱的师会所带咱读的撒母耳下卷5章的这段经文，伫最后的第10节遮，咱看见到一个真要紧，通常伫撒母耳、列王记、历代志拢有类似共款的文字的记载，也就是上帝的伫地，也就是上帝的同在。对着大笔来讲，若无有上帝的同在，一切就无采工，因为上帝的同在带予大笔有唯一的扶持甲气力。当然，咱倒来到伫整个旧约的历史册内底来思考的时阵，咱会当去清楚知影讲，大笔伊尽心、尽心、尽力来听上帝，通过安尼，互伊的生活通活出有顺服的信仰的见证。我想通过伫今仔日的信息内底，咱要互相来分享，嘛互相来帮衬，来提醒咱的人生要过了有意义，或者是有价值。更较要紧的，就亲像今仔日咱的讲题所讲，因为耶和华甲咱三角伫地，因为有耶和华甲咱三角伫地。我要邀请咱再一次拍开咱的圣经。如果咱也有查圣经的兄弟，邀请你拍开你的圣经。那如果你是用手机啊，牧师嘛邀请你甲你的手机拍开到台湾圣经公会的撒母耳下卷第5章的经文。毋茫讲，咱来到做礼拜的时，爱有献圣经、查圣经的习惯。我想，咱倒来到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咱做伙来看，咱会当看见着讲，今仔日大笔伊来做犹大甲以色列的王。伫整个咱伫6月份嘛有讲到，对撒母耳上卷16章开始，大笔第一次互撒母耳来抹王。抹犹做王，然后到伫撒母耳下卷2章的时阵，大笔来做犹大的王；到伫今仔日第5章，大笔来做犹大甲以色列的王。伫大笔的人生中间，伊经历过3次抹犹做王的这个记载。但是，更较要紧的，咱倒来到伫今仔日的经文去思考、去认捌的时阵，咱看见着伫第3次立王的时阵，伊来成做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也好，也是讲民族也好，一个真要紧的一个领袖。但是伊对第2次到第3次，也就是撒母耳下卷第2章开始，到伫今仔日的第5章，咱看见着讲大笔原底是一个南犹大的王，总是到伫今仔日伊来成做南北合一的一个真要紧的首领的时阵，这个过程的中间，到底发生什么款的代志？互以色列的代表来去见大笔，毋茫讲会当请伊来成做因的领导者。我想咱通过伫今仔日的圣经的记载，对撒母耳下卷第2章、第3章、第4章的记录内底，这个内底咱看见着讲有一个真要紧的一个圣经的人物，也就是扫罗的囝，叫做以实。扫罗的囝叫做以实波舍来做王。扫罗过身了后，以实波舍甲大笔来徛起着一个南一个北
即款的对立。但是扫罗的即个囝伊是抱舍，伊甲扫罗有真大的差别，因为伊只不过是扫罗的一位将军，叫做阿尼尼来甲伊掠倒来，然后透过伊对扫罗的支持，来将伊的囝辅助来成做北以色列的国王。但是咱看起着讲，伫圣经的第3章甲第4章的记载内底，北以色列的国家发生内乱，所以即个以实波舍，互即个将军杀死。到后来，连即位杀死以实波舍的阿尼尼即位将军，嘛互大卫来杀死。通过安尼，咱看起着讲，伫整个遮个国家、遮个百姓内底，因开始无一个收领，所以透过安尼，百姓开始拥护大卫来成做以色列的王。伫今仔日个经文内底，上界趣味的，就是记载伫第2节5章的第2节，甲咱讲，以色列的百姓来甲耶和华讲：你要照顾我的百姓以色列，也要做以色列的君王。如果你手头若是摕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咱会当看起着讲，伫第5章的第2节，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写讲：你爱来做阮的牧者，你爱来做阮的牧者，来带阮，毋是干那带犹大，嘛爱带以色列。而且咱会当看起着一个真要紧的记载，因为牧者即个身份是代表大卫伊对上帝遐所得到一个天职的一个真要紧的记号，亲像摩西伊伫旷野，互上帝来呼召；大卫伫伊饲羊的所在，互上帝竞选，这拢是代表因要做一个牧者的一个身份。所以伫整个的圣经内底，伫出来日记的传统，咱看起着讲，做一个牧者是爱有引带，或者是包括养饲，包括保护的职责。所以伫第5章第1节开始，一直记录大卫来做犹大的王，包括以色列王的时阵，伊来做牧者，就是所有的百姓毋茫讲，伊会当引带、养饲甲照顾，互因伫生活的中间会当得到真要紧的快乐。搁较要紧的，百姓会来找大卫一个真要紧的记号，就是因为扫罗已经无效。今仔日大卫是有上帝的神来甲伊相共伫底，所以对第9节到第10节开始，咱看起着讲大卫的执政40年久的时间，以色列的历史，若如果咱有来读以色列的遮个历史册，拢明白大卫甲扫罗文王80年的时间，被称作黄金的王朝。伫这40年的内底，大卫伊将耶路撒冷来建立成做政治甲宗教的一个中心，因为伫政治上，大卫来将南北首都来建立在耶路撒冷；伫宗教上，咱以后会看见着大卫将约柜来迎入去到伫耶路撒冷城内底。所以透过安尼，咱看见着讲大卫的成功、大卫的成就，无因为伊是毋是少年，或者是伊是毋是有即款真优秀的条件、真好的体格等等遮外在的因素，搁较要紧的是圣经的作者来强调伊有上帝的同在。各位兄弟姊妹，我想遮个故事大家拢真熟，特别大卫的故事。但是咱转来到伫今仔日个经文内底的时阵，我要邀请咱对6月份咱讲起着撒母耳上卷16章。大卫受抹油的记载内底，开始思考，开始回想，到伫今仔日的经文第5章的记载内底。当大卫第一次互撒母耳抹油的时阵，有一个真要紧的代志，就是上帝的神临到伫大卫，扫罗却是互邪灵开始来受干扰。伫整个圣经内底，上帝的神同在。特别伫撒母耳、扫罗、大卫拢捌经历过。扫罗的成功，嘛是因为有上帝的神，伊甲互伊事事亨通，凡事来顺利。
总是后来，咱看见扫罗伊开始变质。扫罗的变质，就是伊掠做伊所有的成功，伊所有的成就，拢是伊家己努力出来。渐渐，咱看见着扫罗活伫一个堕落的生活，无敬畏上帝，也无顺服伫上帝。所以，伫撒母耳上悬的记载，上帝的神离开扫罗，递交互邪神来成做伊的干扰。到后来，扫罗也去追求鬼神即款的求问。各位兄弟姊妹，当上帝的神离开扫罗的时阵，咱看见着扫罗的人生失去平安。伫即个中间内底，咱看见着大卫，因为有上帝的神甲伊三角基地，伊会当顺利执政40年，会当互整个的以色列来进入到伫真兴盛强势的一个国家。各位兄弟姊妹，即款的信仰的价值，到伫列王记上卷第2章的时阵，大卫要过身之前，伊来交代伊的后生所罗门王：你爱顺服上帝，你爱趁上帝的律法来成做你执政的瓦壳。通过安尼，咱会当去明白着讲，整个的撒母耳、整个的列王记、整个的历代志，拢一直咧甲咱强调，顺服上帝就是听上帝，强调上帝就是瓦壳甲溃烂。各位兄弟，拄则咱有讲，伫整个圣经的记载，无论是现代中文、日本华语的圣经写牧者，或者是伫今仔日个台语圣经内底，咱看见着君王，这拢是咧讲起着百姓仰望有一个王，有一个领袖来成做因的帮赞甲因带。伫以色列的历史中间，牧者的意思，简单讲，这是较政治性的形容，也就是王的意思。一个牧者的职责是应该爱因带、爱保护、爱养饲百姓伫眷顾上帝的眷顾内底，来得到上帝的疼爱。透过这款的职责，咱才有法度去明白，当牧者伊的养饲、眷顾、甲引带的时阵，大卫才有法度伫诗篇23篇最后讲起着牧者的形象，就是稳定甲慈悲，的确对咱到一世人。各位兄弟姊妹，以色列世世代代见证上帝的疼，怎样来带领因冲破人生的苦难？以色列的大卫，伊来负担起亲像上帝牧者的职责，要来带领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伫生活的中间会当突破生活的困境。简单来讲，伫今仔日个经文内底，互咱重新会当去明白，大卫若无上帝的同在，大卫的成功、大卫的成就，一切都无参加。大卫若无上帝的同在，伊就无有气力来成做国家甲百姓的照顾。各位兄弟，当咱看见着今仔日个讲题，特别头前2字写因为，因为这2字就是互咱去想，我的人生中间，今仔日我的成就、我的成功，或者是我的运势，拢是因为有上帝。人的人生中间，若假使讲无上帝的时阵，人的一切就无意义。所以通过今仔日个经文，互咱重新倒来到伫圣经的内底思考。撒母耳、列王、历代志，一直咧强调尽心、尽性、尽力听主上帝。大卫一个真关键的动作，就是伊听上帝，伊透过对上帝的听，伊来告别今仔日伊所倚靠的这个上帝是万军的上帝。圣经的内底讲起着万军的上帝，就是来指出讲，这个上帝是全能的上帝，这个上帝是伊的帮助，是伊的扶持。透过对上帝的听，来维持伊甲上帝一个真亲密的关系，嘛是成做伊信仰告别内底
这个上帝是唯一的上帝。另外兄，这等下咱所要念的圣诗159首，注点我心内无惊吓自在。这首圣诗的第3节，真像代表了一个真要紧信仰告别。圣诗第3节，伊讲世间无一项比你较宝贝，因为你属于我，永远袂毁。你是我一切，我要信靠你。天顶的君王，世间无通比。我想今仔日个代笔，咱透过圣经安尼的记载描写内底，等下咱所要念的圣诗159首，互咱有真深的一个体会。伫咱的人生的生命内底，若假使讲因为咱无上帝，那安尼今仔日的咱会成做啥物款？圣诗150首第3节。因为你属于我，因为上帝你属于我，永远袂毁。你是我一切，我要信靠你。这款的信仰告别，来成做咱今仔日看见到代表的即种会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款的见证内底，因为伊掠上帝来成做伊人生真要紧的帮助甲告别。另外兄弟姊妹。倒来到伫台湾的现况，我想咱有真侪爱去思考的代志。特别即马是功利主义的时代，无论伫社会，无论伫教会，真侪时阵拢需要来强调个人的主义，或者是英雄的形象。特别11月底，咱看见着台湾。又搁要进入到伫县市长甲县市议员的选举，遮个候选人为着要争取大家的认同，电视一拍开，报纸一掀开，咱就看见着遮个候选人，无论是各党各派，还是无党无派，遮个人就一直咧强调家己有偌好。但是当人咧强调家己有偌好的时阵，嘛是代表讲咱渐渐咧袂记即上帝。嘛是代表咱渐渐认为我会当去取代上帝，或者是我会当去超越上帝。咱是毋是亲像扫罗共款，得势的时，就开始将上帝放互袂记记，忘了我是谁？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徛伫信仰的反省内底，社会的对立，简单来讲，你我拢有责任。社会的对立，就是因为你我的骄傲所造成。所以，至到咱看见着这个社会有真侪的冲突，有真侪的问题来产生。但是，咱倒来到伫信仰的内底，咱重新去想，当每一个人，伊若明白，伫我的生命内底，若假使讲因为有上帝的时阵，今仔日遮的问题、遮的麻烦就袂来产生。所以真毋望咱若有机会咧看电视的时阵，会当罕啊来看国家频道，也是 Discovery。有当时因咧介绍犹太民族的时阵，因咧描写、因咧报道拢真水。因拢会来讲起着为什么犹太人因的头壳顶拢要戴一顶帽啊？无论你有头毛无头毛，头壳顶都拢会戴一顶帽。这顶帽仔意思就是来提醒所有的犹太人，今仔日无论你去到伫倒落，上帝拢甲你三角同在。今仔日无论你拄着什么款的困难、苦难的时阵，这个上帝永远拢伫顶面来甲你三角同在。我想这款的信仰，莫怪好法度去造成今仔日犹太人、犹太民族伫全世界、伫各种的行业内底，因来成做头名，或者是排伫真头前这款的机会，因为因将上帝看作是要紧。我想通过伫今仔日个分享内底，我要介绍一位咱台湾基督教教会一个真要紧的历史人物。这位历史人物的确咱会较生疏，但是我相信，如果你若曾经捌伫台中、彰化、云林、台南遮的兄弟，咱对这位医生一定拢真熟悉。
伊被称作是台湾的使怀者。伊嘛捌做过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议长、总会议长，伊叫做贾伟。贾伟医生，伊1970年6月17来过身，55岁。我对伊的人物，对我的伯公郑志玉牧师安尼甲我讲起。贾伟医生，伊是一个人格者，伫伊的日记内底会当看见着啥物呢？看见着讲，当天气真冷的时阵，一个暗暝天气真冷的时阵，医生馆电话敲来，伊一暝要爬起来2遍3遍，身体拢感觉非常的忝。但是贾伟医生，伊伫即中间，伊来安尼讲，伊讲今仔日设施我若分担，安尼患者会当原地得到医治，因为伊的分担无法度得到医治的时，安尼我就真对不起即个患者。贾伟医生，伊伫1970年6月17的时阵，伊原底人还倒伫埔里，迄当阵医生娘来甲伊苦劝讲：啊，你小休困一下，因为你等下连边就爱去彰化二林，所以伫即中间，医生娘毋茫讲贾伟医师会当加休困一下。但是贾伟医生伊讲，我若假使讲会当早1分钟，就会当减少1分钟性命危险，安尼我就会当加救一个人的性命。各位兄弟姊妹，伊今仔日牧师伫投影片内底有甲大家报告，贾伟医生，伊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议长。伊上时伊爱伫埔里、南投、二林，甚至爱走去到伫台南的北门，伫遐来义诊的病院中间，非常的无用。就亲像会友常常甲牧师讲，你若亲像甘露共款。医生娘嘛常常甲贾伟医生苦劝讲爱保重，但是贾伟医生讲，死才是上好的休困，死才是上好的休困。我新学医毕业的时阵，第二个牧师嘛是用即句话来正做阮的勉励：做一个牧者，死才是上好的休困。同款，咱去到伫贾伟营地的时阵，毋是干那要去看迄块甘愿做戆人迄块石头，因为伫贾伟营地内底，还佫有另外一块石头，叫做啥物呢？贾伟医生讲，伫我的生命内底上界伟大的快乐，就是上帝的存在。因为伫上帝的快乐存在伫我生命的时阵，我才有法度去做任何的工作。我才有法度去明白每一个工作的价值，用着这个信仰来成做事工的完成。各位兄弟姊妹，我相信透过这个历史人物，伫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内底，咱毋免去看外教派，咱来看咱家己的本宗，有遮尔多优秀信仰的典范来互咱去思考的时阵，咱互相来勉励，嘛互相来学习。无论对马街、巴克勒到贾伟，因的一生的中间，干那一个原则，就是疼上帝。透过疼上帝来甲上帝做伙同工，来见证伫咱的人生中间，因为上帝来充满意义，嘛因为有上帝，互咱来成做有意义的人。求主来成做咱的帮助，互上帝的神永远甲咱三角同在，因为伫咱倚靠上帝的时阵，咱会当得到真大的帮助甲扶持。但比若无上帝，今仔日伊只不过是一个真简单，或者是伫历史中间其中一个军事家。但是因为伊有上帝，
就亲像拄则咱所吟的圣诗，耶稣做咱牧者，因为透过耶稣做咱的牧者，互咱的人生充满意义，嘛引带咱来克服人生的困难甲挑战。愿上帝来带领咱。牧师真望讲，伫今年咱的教会的主题叫做“活出基督的样式，强化基督的生活”，继续互咱做伙来学习，做伙来操练，咱要告别耶和华是咱的牧者。透过安尼，互咱的人生因为上帝的同在来充满有意义、有快乐。三个来祈祷。是阮疼痛的上帝，阮感谢你，你伫阮的人生中间来成做阮的牧者，来成做阮的引带，透过主你的保守，嘛，互阮的人生有拄着挑战的时，拄着苦难的时，会当因为有主伫头前带路，互阮会当来得到克服。愿上帝来带领阮，嘛，互阮有快乐。会当伫疼上帝的内底，尽心、尽性、尽力，透过安尼来，互阮的人生得到大大的帮助。愿主赐福，嘛愿淡水教会伫主的面头前告别耶稣，你来做阮的牧者，互阮因为耶稣的引带，行伫真理的道路，来得到上帝意爱。愿上帝看顾甲赐福，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